来继续来看，连接到台北市甲新北市永和的福和桥，去年的8月桥体互大车弄到，虽然已经修理好势，但是经过进前迄个大地动摇过了后，是搁来摇出着大的壁痕，桥梁的结构严重来损害，都今日影响到行车安全。新北市政府为昨开始缩减车道修理桥梁，按算要修理2礼拜。安尼一来，上下班尖峰的时间，塞车的状况是愈严重。拖引车载钢条行过新北永和的福和桥，想袂到这个钢条超过悬超过伫要4公尺，直接甲桥弄落去。大量的碎片，一个拉甲满死过，甲袂少人行一条停落来看。去年8月，永和的福和桥互拖引车汹汹弄落，虽然当时有做修复，不过这个壁损即马刷愈来愈大。办理巡查时候，发现这个修补的位置有异状的情形哦。那在昨天夜间呢，准备派工做第2次的一个修补的动作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损伤的情况有变严重。4月初3地动了后，主梁的损害严重，目前针对桥的下骹，工务局先用严格暂时经调，嘛安装警示电火，提醒民众通行爱细腻，嘛紧急把部分主桥封起来。有的时候来这边逛的时候，这边是车子，这几天车子蛮多的，蛮堵的，大家要裂开呀。这几天就变得比较塞呀，上下班时有时候会塞啊。为了民众的行车安全，新北市府为昨昏开始紧急甲永和区林新路主桥往台北方向外围车道封起来。不过福和桥是新北市民来往台北市的重要路线，上下班时间就高塔，即马搁在检车道，互民众怨叹讲是真无方便。第2警员跑到我办公室说：“我刚刚上班啊，堵车。”我说：“不好意思啊，如果大家互相体谅一下。”工务局表示，因为损害的情形比想的搁较严重，分做桥顶、桥骹2阶段处理。桥骹刚才伫咧暗时做修复，桥顶按算会封2礼拜左右。福和桥先互车弄到，搁经过大地动，加在有量早发现损害，无造成搁较大的意外。Hello， 我是庄宇杰。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